我很明白老板的意思，他现在绝对不会轻易把新的生意交给我们或鲲鹏兄弟当中的任何一方，他还在观察。那他什么意思呢？既不让我们明着干，还希望我们暗地里挣。那就比耐心喽。能成大事的人，沉不住气怎么行？我明白怎么做了，辉哥。好好干，前途无量。你电话是不是？妈，你偷听我电话了？哎呀，好好问你话呢。啊，没什么事儿，就是公司财务上的一点小事儿。小事儿？啊，小事儿都解决完了。妈，你坐。今天来啊，我正好跟你说个事儿呢。我想再去一趟香格里拉。你还去那个鬼地方干什么？妈，地平线小镇的项目马上就要开始了，我们的公司想接里面的旅游代理。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作为老板，是不是要提前参与到这个项目中去啊？还有，香格里拉那个画廊的事儿，人家请爸爸去做总监，现在爸出事儿了，我作为儿子，我是不是要顶上去？画廊的事情你就不用管了，我会找人去安排去做的。妈，在这个节骨眼上，谁会接这个烂摊子？所以你接手也无济于事啊，不用再管了啊。妈，你相信我，我有本事让这个画廊起死回生。怎么个起死回生法？靠杨金？难道你还想靠欧阳？我靠我自己。你还是不知天高地厚。妈，你不能把我再当小孩了，是我该调解咱们家大梁的时候了。你呀就在上海安心休息，其他的事情交给我来做。妈，我安排了阿培和护工照顾你，有什么事儿你就吩咐阿培去做。我还有点资料要准备，我先回去了。妈，我走了。不要被自己的英雄主义感动，很多事情都不是你想象的那么简单。一步走错，就很难回头了。方姨，新月，画画呢？啊，真好看。这个是卓玛安妈家吧？对啊，整个寨子里就他们家最好看，就是不知道小镇改建以后会变成什么样。怎么了？画展的事儿想得怎么样了？有头绪吗？我还没想好应该怎么做呢。其实我挺担心自己做不好，反而会影响了雪山画派的发展。任何一个决定都是需要勇气的。杨金奶奶跟我说，想让我去她的公司，跟她一起做事，帮她一起开发地平线小镇的项目。这么大的项目啊，哼，好事儿啊！我还没想好应该怎么办呢。如果拿不定主意呢，到寨子里走走，说不定会有答案的。好主意，你快画吧，不打扰你了。啊。
爸爸妈妈，我终于又回到了香格里拉，这个你们以前经常提起的地方，宛如天堂。这里会迎来巨大的改变，我不知道最终的结果会是怎么样。唯一知道的是，我将尽我所能，把变化推向好的方面。如果生命是场旅行，我希望在抵达未知的旅途终点时，我是微笑着的，无悔的，纯净透明的。先生，您需要毯子吗？不用。哎，我需要，谢谢。你怎么在这儿？我陪老板去出差啊。什么老板？还有什么老板？咱们公司老板啊。现在公司呢，只剩我和老板2个人了，所以我得身兼数职，多干点活啊。不仅要当这个招牌的网红小姐姐，还要当精明能干的财务，还要当非常知书达理的小助理，所以什么事情都够了，夏夏，你是个女孩，能不能要点脸面？还有人比我更要脸面吗？你看，我带了好多面膜哦。那你看，有清洁的，有补水的，还有美白的。一会儿下飞机之前我就敷一片，保证到了目的地光彩照人，绝对不给咱们公司丢脸。我跟你已经说得很清楚了，你也别装糊涂。我们家破产了，没钱了，你跟着我没有任何好处，明白吗？现在女孩怎么都这样啊？他爸妈怎么教的？你还是下飞机吧，如果你还有点自尊心的话。哟，男的话都说到这份上，我要是这样一个女儿啊，我早就被气死了。下飞机吧。好，你不走，我走。我一点都不想跟着你，但是孩子不能没有爸爸。孩子，说什么呢？我知道你是怕给不了我和孩子优渥的生活，所以才非要赶我走。但是穷有穷的活法呀，对不对？我觉得一家人在一起最重要。凯文，你不要赶我走了，好不好？说什么呢？居然是个渣男！这姑娘看着还挺精明的，没想到还挺通情达理。先生，飞机就要起飞了，请先回到座位上去，系好安全带。快回去吧，别耽误我们时间。就是。算你狠。小意思。盛夏，你今天怎么没来看阿姨呀？阿姨可是等了你1天呢。我今天有点事情，所以我没来。你来过，对吧？我没有啊。你来过，而且还听到了知翰说的那些混账话。对不起，阿姨给你道个歉。阿姨，您不用跟我道歉。下次如果知翰再这么混账，阿姨替你打他，好不好？他又不是小孩子了。哎呀，其实知翰就是一个做事不经大脑的小孩子，头脑一热，搞出这么一场直播，惹出了多少麻烦事啊！阿姨，
我觉得楚总他是一个有自己理想的人，他在努力去实现，而且也想向你们证明他自己。你还帮他说话？我听到他那么说，我心里真的挺难受的，但是我也没办法怪他。好孩子，让你受委屈了，你的心阿姨都明白。你愿不愿意帮阿姨，也帮你自己一个忙？您说，替我照顾志航。哎呀，我们家这件事情对他的打击太大，我真的怕他在这个关键时候做出错误的选择。阿姨，我是真的想帮你这个忙，我也真的很想照顾他，但我现在真的不知道怎么办了。我真的，他跟我说他再也不想见到我了，他说我们永远不可能。你不要相信他说的这些话，以我对我儿子的了解，他绝对不是这种无情无义的人。他这么说，一定有他的苦衷。凯文，不管遇到什么事，我都会陪在你身边的，所以不要再赶我走了，好吗？哎，楚之翰，我叫盛夏。我们认识吗？很久以前，太阳的儿子。原来楚总会看我直播啊？你找我有事吗？我们有一个项目想找你合作。下载我们的旅行 app， 然后关注主播。啊？也不让丽丽吃饭没有？咱们要不要给她送点东西？快！不过刚才楚哥拉着我，好开心。我喜欢你。我心里已经有喜欢的人了。你已经有纪晓天了，你为什么还要抢走楚之翰？你就是一个很好的内容，是吧？你是在夸我呀？嘿，你本来就好嘛。慢点，小心点儿。以后我会补偿你的。哎，凭什么打人啊？你是不是超级担心我的？我当然担心你了，你是我们团队的成员。是，有什么事儿，你楚哥哥帮你说说。这是你第一次工作之外约我出来。现在已经不是你以前认识的那个楚公子了。像我现在这样，不值得你为我付出任何感情。谢谢你，夏夏。谢谢你陪了我一晚上。我只是希望所有人都好，尤其是你好。抱歉，赶紧董事长来迟了。来了就好，队伍壮大了嘛。小打小闹，跟您没法比。小天哥哥，一呢？哦，忘了，你们是老熟人了。小天，见过央金董事长。董事长好。小天，好久不见，
没想到现在为欧阳先生效力。那要多谢欧阳先生栽培。小天很聪明，我非常欣赏他。看到他，才晓得自己老了，没有精神再往前冲了。对，我也正有退居二线的意思。来，给你们介绍一下，这位新人李新月。见过欧阳先生。他是我们集团地平线小镇项目的策划，以后他就是我的全权代表。好，请您多多关照。今天就由李新月把地平线小镇开发的构想跟大家讲讲。这就是我们公司所构想的地平线艺术廊未来概念设计方案，还请大家多多提意见，谢谢。各位还有什么意见和建议吗？概念图做得美轮美奂，会让人对这个项目的未来充满希望。但是，我认为这个项目的开发还不够彻底。你可以具体说说吗？最直观的就是地皮没有被完全利用起来，寸土寸金呐。欧阳先生，地平线小镇是一个以旅游风情为主的开发项目，并不是圈地卖房。那我请问在座的各位，今天是什么样的原因让我们坐在这里呢？当然是为了钱。那么我们为什么不把能够赚到的每一分钱都装在口袋里呢？对啊，搞项目不就为了挣钱吗？确实是这样的。如果是这样的话，那就有违我们当时投这个项目的初衷吧。此一时，彼一时嘛。我赞同欧阳先生的说法。我觉得这个设计师太过于理想主义了，完全没有从商业的角度进行开发。香格里拉不需要暴发户一样的开发，我们所要造就的是一片心灵绿洲。心灵绿洲谁都想，可是我相信大家更愿意看到真金白银的回报，这也是对每个投资人的负责。我认为这个项目如果想要利益最大化，恰恰是需要保留香格里拉本身的气质，而不是那些我们再也不想去的商业古镇。是啊，现在一些古城、古镇都搞烂了，千篇一律，一点特色都没有。志汉，你是艺廊的总管，说说你的意见。我同意欧阳先生的理念。李新月代表的话，正是我们集团的态度。如果各位觉得我们的开发理念相去甚远，现在退出还来得及。另外，我了解到，最近下面有些人到处收购老实民居。我希望各位管理好自己的队伍，严格按照规划办事，不要让一些心术不正的人破坏了整个格局。老辉啊，买老宅子是怎么回事啊？对不起，老板，这件事是我自作主张让小天去办的。我也是想让山海集团在这个项目里边增加一些话语权，没想到让央金知道了。我估计是李新月告诉他的吧。这个女的什么来头啊？敢在我们面前这么嚣张？李代表和小天曾经有过一段情，啊不，我至少是这样听说的，是吗？要说有的话，也算是吧。
当时是为了搞什么房车直播，做秀而已。哟，还房车直播呀？这孤男寡女在一块处久了，不得日久生情啊？啊，哥，你说呢？我倒是想日久生情啊，要不这样，下次再有机会，我让给你们。必须的呀！哎，我看呐，这个李新月也是翻脸不认人，他现在给央金做事，马上就将了你一军。我明白，我以后会防着他点。我看呐，得给他点教训，省得碍我们的事儿。大老板，我敬你。新月，方姨，我给你煮了一碗面，你趁热吃了吧。来，谢谢方姨，趁热吃。人家都是每天在操心怎么减肥，你倒好，生怕我长不胖。你还减什么肥呀？你都瘦成这样了，赶紧吃，吃完了以后呢，休息一会儿，再睡一会儿，起来再干活，这就叫做生活第一，工作第二。干嘛那么辛苦啊？哎，你这公司里都在忙什么呀？这么紧张？央金董事长对我特别信任，公司呢也特别看好这个项目，所以我也得尽快拿出方案来。哦，听说金小天也参与了这项工程。嗯，他所在的公司也是合作方之一。哦，那你有什么打算？我没什么打算，现在工作这么忙，我也没心思想这些私人的事情。觉得以前看错人了，现在想一想，还是努力工作最实际。投入一份努力，就会有一份收获，比那些虚无缥缈的感情可靠多了。你们俩到底怎么了？没怎么。自从他不辞而别之后，我们俩就再无瓜葛了。哎呀，以我这过来人的经验来看呢，我觉得吧，一个男孩要是喜欢一个女孩的话，他那个眼神呐，就像磁铁一样，哎，你走到哪儿他就跟到哪儿。金小天呢，就属于这个类型。你看啊，你们两个一起经历了那么多事情，甚至是生死考验，就这么不明不白的放弃了，分了，多可惜啊！那万一要是个误会呢？我也希望他是个误会，可是他一点想解释的意思都没有。那您说这还是误会吗？是这样的，东西坏了呢是要修补的，这感情要是出了问题呢，也是要沟通的，不可以这么不明不白的放弃的。往好点说吧，这个结要是打开了以后呢，我觉得你们的感情说不定会更好呢。方姨啊，您这一碗面还怕我吃不饱，还要再给我来碗心灵鸡汤啊？哎呀，我知道你呀心高气傲，不肯服软，但是呢，感情这个事情啊是不分对错的。如果两个人都固执的话，那只能徒增悔恨。好了，方姨，你就别操心了啊，我知道了。行，要不这样吧，我呀给你出出气，我倒要问问他，凭什么呀？哎，当初那么喜欢我们家新月，哎，为什么突然逃走啊？行了，方姨，我求求您了，您就让我好好的把这碗面吃完，然后抓紧工作，早点休息，可以吗？您的心意我领了。快，你快去忙吧，那么多事。哎，好。哎，你要是改变主意了，得跟我说。我一定跟你说。快去吧。行。我懒得在这里跟你废话，这不是你该待的地方。不。到底发生了什么？你告诉我，你是不是有什么苦衷？
我是有苦。我想要那幅画，我得不到啊！我从一开始跟你接触，我就想要那幅画，你一直不给我，一直藏着掖着。没办法，我也要赚钱的呀。还有那什么房车之旅啊，什么求婚呐、订婚呐，玩玩而已呢。金小天，你为什么逃跑？为什么又回来？连个合理的解释都不给我吗？金小天，思月姐，你不辞而别，消失了这么长时间，就是来干这种勾当。我觉得这个设计师太过于理想主义了，完全没有从商业的角度进行开发。香格里拉不需要暴发户一样的开发，我们所要造就的是一片心灵绿洲。你是谁呀？你还是那个我一直等着要见到的金小天吗？我对别的女人说过更刺激、更浪漫的，想不想听？佳佳，哎，谢谢你来了，凯文，哎，来，赶紧坐，赶紧坐。那个，你喝可乐吗？啊，可以。那还有酥油茶。这个餐厅啊是那个我们之前旅行的时候就说要来的当地特色菜，上次没机会来，现在终于聚齐了。别晃，时间都过去这么长了。对呀，你这时间一长，没有什么坎儿过不了的，对吧，凯文？那个，咱们举个杯吧，来，举杯，举杯，凯文，举杯了，举杯。你们快吃啊，都动筷子啊！今天我请客，那个我们就多吃点，然后开心聊天。咱们今天吃饭就吃饭啊，要聊天聊工作，别聊私事。凯文，你别这样，那件事都过去那么久了。想想，有些事情一旦发生了，就彻底不一样。我现在什么都不想，就想着挣钱。自从我们家破产之后，我现在才发现，钱在这个世界上是多么的有用。还是金小天聪明啊！人现在自己混得多好。我今天叫金小天了，他不来，我那说了半天，讨厌，坏人。人家现在可是欧阳先生面前的红人，怎么可能参加我们这种饭局？凯文说的对，有些事情一旦发生了，就彻底不一样。
配的车，我送你们一块儿回去吧。不用了，我们晚上还有点工作呢，你先走吧。嗯，那我先走了，拜拜。你慢点开。嗯，快回去吧，夏夏。嗯，拜拜，拜拜。哟，那么巧啊，怎么哪儿都能碰到你啊？你这是在故意找茬吗？没有，我今天吃的有点多，所以有点犯困。金小天，你这么做有意思吗？我觉得挺有意思的。你最近火气有点大，气不顺。你是真觉得别人离了你就过不好了是吗？我真的是这么觉得的。来，金小天，李小姐，有匿名电话说你有危险，你没事吧？我没事。你想干什么？哟，就你一个人啊，大哥？你觉得你胜算能有多少？哎，汤，咱们走吧，别理他。我看你能保他到什么时候？下次出门的时候小心点啊！这个金小天真是太让人失望了。董事长，您别生气，他那个人就那样，也并非大奸大恶的。不行，现在欧阳的人处处针对，我怕他们真的对你不利。没事，董事长不用担心。你别管了，刘秘书把汤姆找来。好的。汤，进来一下。董事长，汤姆。给新月安排24小时的安保团队，我一定不能让这些坏蛋有机可乘。是，董事长。谢谢董事长。新月，我们和欧阳、胡志辉的合作处处遇到阻碍，你是怎么想的？我正想跟您说这个事情呢。咱们这个项目刚刚开始，金小天就处处针对，恐怕他的态度是受了欧阳还有胡志辉的指使。我觉得不是吧？这恐怕只是你自己跟小天哥哥之间的问题，跟别人有什么关系？你是把私人恩怨带进去了，你是不是还在因为婚礼的事情他的不告而别而生气？Tina， 不要无理取闹。我没有，本来就是这样。我跟金小天确实有些私事没有解决，董事长，但这个绝对不会成为影响我们工作的原因。奶奶，我跟你说，我想到了一个好主意。为了我们公司以后的发展，你把跟小天哥对接的工作交给我，
我跟小天哥哥之间没有任何的矛盾，而且他还很照顾我，我们肯定会很顺利的完成任务的，你相信我。不行不行，你太小了，没有经验。奶奶，你想我都已经这么大了，我在公司已经实习这么多年了，我觉得你应该给我一个面对外界和闯荡的机会。Tina， 你的工作任务是什么？协助他。协助谁？他。好，你只要懂了，你就好好配合新月去工作。新月来。谢谢董事长。京贝车，车号云 L81484，司机中等身材，年纪约35岁，面貌不像是本地人。李新月影响了欧阳集团的利益，他们要打击报复。好的，我们会多关注近来活跃的外省人士。经过今天的事情，央金应该会为李新月增加保镖，其他的人现在应该很难伤害到他了。辛苦你了，要故意在他面前这样。越了解欧阳集团内部的黑恶势力，我就越希望能让他们不受牵连。万事小心第一。进去，快点给我！哎呀，进去，给你。别啰嗦，谁跟你进去？快给我！哎呀，你听我说嘛，玩会儿。你给我！我干什么？志涵，你最近都在忙些什么？妈，能忙什么呀？做生意呗。做生意？跟什么人？妈，你是有点管的太多了，我又不是小孩儿。我能不管吗？我最近几天担心你，都觉都睡不着。好了，妈，你就别担心了。自从爸进去之后，跟我们家有生意来往的就一个人，我还能跟谁做生意啊？你真的在跟欧阳做生意？嗯。不行，你不能再跟他来往了。为什么呀？志涵，妈知道你是想撑起这个家，但其实，在妈的心里，无论你成不成功，你都是妈最爱的孩子。咱们家落到今天这个地步，我现在最担心的就是你的平安，你的平安就是我最大的愿望。好了，妈，你想的有点多了。我说的是欧阳。欧阳怎么了？他的确是个奸商，但是我想，只要让他多挣点，他肯定会给我留口饭吃吧。他岂止是个奸商？咱们家落到今天这个地步，全是拜他所赐。一直以来都是他在背后做手脚，他强迫你爸爸把他来路不正当的钱都洗干净。你爸爸已经……志涵，你千万不能再继续你爸爸的老路了。妈，那个 U 盘跟欧阳有关系吗？你问这个干什么？志涵，你千万别做傻事啊！妈，你说到哪儿去了？哎呀，行了，你就在上海安心养病。这里的事情交给我来，还有医药费的事儿，您就别担心了啊。